東京有2個 TeamLab， 喺豐洲嘅 TeamLab Palace， 參與者必須係赤腳涉水參觀；而第2個喺麻布台之丘嘅 TeamLab Borderless， 你就會係喺迷宮裏邊用視覺探索。3月份天氣仲涼，我唔想玩水，所以今次就帶朋友嚟呢個麻布台之丘嘅 TeamLab 啦。入場票要喺網上預購，入場之後將隨身行李擺喺 locker， 之後就會有個簡單介紹，咁就可以進場啦。正因為裏邊好似迷宮咁，有陣時自己睇完都唔知睇到啲乜嘢，所以呢一條片就係要話俾大家知，佢裏邊分咗啲咩區域，同埋有啲乜嘢我係冇做到嘅，下次到你去嘅時候你就可以做啦。而家你睇緊嘅呢一部分，佢叫做無界的世界，係最大而且係最核心嘅區域。藝術作品會跨越房間嘅邊界移動，甚至同其他作品交流。你會發現牆上面全部翩翩起舞嘅蝴蝶，佢會由一間房飛到去另外一間房，而每一秒嘅畫面都係獨一無二嘅。呢大堆嘅蝴蝶會由一個展廳飛到走廊，再飛入另外一個展廳，完美咁體驗咗咩叫做無界嘅主題。如果你觸摸牆上嘅蝴蝶，佢哋可能會即刻飛走，又可能因為你嘅觸碰而凋零消失。除咗蝴蝶，牆上高嘅花仲會匯聚成為巨大嘅孔雀或者其他動物，而佢哋都會因為你嘅觸碰而產生變化。呢一刻只係屬於你嘅。而家你睇到嘅呢一區叫做運動森林，呢一區特別受小朋友歡迎嘅，但係我會建議你坐喺度慢慢欣賞，因為跟住要走嘅路好多。跟住嚟到呢個充滿煙霧嘅房間，佢叫做光之雕刻，強光喺紅色嘅迷霧之中穿透，帶嚟強烈嘅視覺衝擊，感覺就好似走入咗未來嘅科幻電影，非常震撼。當你進入呼應燈森林嘅時候，你會發現燈光嘅顏色會隨住季節改變，例如春天係粉嫩嘅櫻花色，秋天係楓葉嘅紅橙色，夏天係清涼嘅藍綠色。當你企近燈嘅時候，燈光就會感應到你嘅存在，跟住就會發出強烈嘅色調，啲光就好似連鎖反應咁喺成個森林中擴散。呢個係無盡嘅水晶宇宙，係全場最受歡迎、最適合拍照嘅地區，所以你都要把握機會喺呢度影多啲相啦。呢個泡泡宇宙係麻布台場館嘅重點，呢啲發光嘅球體透過光影嘅反射，產生好靚嘅視覺效果。睇到呢啲會浮游嘅魚，不如我哋自己都參與埋一份啦。喺共創未來園呢一 part 非常適合親子，你可以喺呢度畫畫、填色，將自己嘅作品變成數碼生物，放喺牆上高。揾唔揾到我畫嘅彩虹魚呢？喺呢一部分，其實大家都會玩得好開心㗎，所以記住嚟呢度參與一下。最後嚟到呢個叫做地層嘅凝聚場館，你會發現呢一區由無數嘅發光圓片組成，佢哋好似有生命一樣咁喺度呼吸閃爍。今次我喺麻布台 TeamLab， 我冇做到2件事。第一件事就冇去到茶館飲茶，我單純以為只係一個飲茶嘅地方，原來喺裏邊都可以睇到喺茶杯裏邊開花嘅。第二，我冇下載到呢個官方嘅 app， 原來喺呢個水晶世界係可以用 app 去操控呢個燈光嘅顏色。所以如果各位朋友下次有機會去到呢個麻布台 TeamLab 嘅話，你可以做返我冇做嘅事，睇下個效果會係點樣。
另外要提醒大家，呢度好多地板都係鏡面嚟嘅，咁最好就唔好着裙嚟啦。對比豐洲嘅 teamLab， 我更加喜歡呢個麻布台 teamLab， 因為我可以見到自己嘅作品。如果你最近會去東京嘅話，推薦你都將佢擺喺行程裏邊。而至於大家最鍾意邊一個展區，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。最後唔記得點讚同埋訂閱啊！真遊嘆世界，我哋下集見啦〜